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人常常咧讲，世界欠一个台湾。那么，咱的副总统去到欧洲议会的大楼内面伫演讲，到底是外交进展，还是懵懵啊一两摆免欢喜？应该安怎正常看待，共同行出去？这才是真正台湾的意义。今仔日3位专家学者，甲1位在现场的目击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连宏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 Hello 台湾的执行长江民成，江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么首先呢，咱先来观看，到底副总统萧美琴去到欧洲议会大楼内面，对着 IPEC 成员来演讲。那么，等来到桃园机场的时阵，发表了谈话，伊特别强调，在无稳定的世界局势当中，台湾是值得信任的同伴。那么学者分析，这几年欧洲中国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台湾颠倒会当趁这个势变外高。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布鲁塞尔年会，副总统萧美琴找到转来到国内，这届真快速去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唔但甲各国议员讲完心得，甲外国全场做伙翕相，交流的气氛真热络。萧美琴讲，台湾是世界动乱时阵值得挖苦的优质。台湾人民跟世界公民一样，都该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更因为有全体国人的努力与坚持。让我们在不曾停止的艰困与挑战当中，也要一步一步开创我们的道路。萧美琴去欧洲创下咱国副元首访问非邦国的新纪录。伫到机场的时阵，先由比利时众议院外委会主委范浩湖接机，搁由 IPAC 2个共同主席伫欧洲议会外迎接，做伙进入欧洲议会大楼进行演讲，凸显台欧的关系进入新阶段。总统赖清德嘛伫面册答问，感谢 IPAC 邀请咱国副总统向世界展现台湾坚定的价值甲信念。我们要出发了。蔡英文7月暗时启程去德国，应邀出席柏林自由会议，7日发表专题演讲。伊搁伫面册答问讲，外交是一帮煞一帮，无停歇的工作。学者分析，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商品大量销去欧洲这个因素，互欧洲甲中国的关系变较紧张，颠倒变作台湾去欧洲的机会。当他们对中国不再有幻想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会用非常实际的方式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是开启了我们跟欧洲关系的一个机会了。中国什么都不开心，那也只有让他继续不开心下去吧。萧美琴亲身去 IPAC 演讲，中国驻欧盟大使团是不完，还有网友讲是台湾关81个欧元交换演讲。总统府驳回讲内容恶意假造，不是事实，已经通知检检单位依法调查处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家呢看到这整个过程，那么其实这2-3天以来吼，真侪风声啊，新闻内面也第讲到，讲哦是咱开了80亿哦，教堂内面去演讲，而且嘛唔是去欧洲议会内面演讲，是去伊咧大楼内面借一个所在，人伊咧是啲 side event， 哦，这 IPEC 这组织去借场所。那么到底倒转来讲，其实萧副总统伊嘛是飞行机要飞机到荷兰，落地了后，落地了后，赛车去到 Belgium 去 Brussels， 这个过程难道因拢无同意，拢不知情吗？啊，这是不是？这应该安怎来看待吼？咱要先对这个现场目击者吼，也是咱 Hello 台湾的这个执行长，咱的这个江民成江执行长，执行长你好。主持人你好。你甲咱讲看卖吼，你在现场所看到的
外交，人讲哦，这个外交哦，有人突破，啊，而且哦，这个维安的规格啊，真大啊，做了真甲咱优待，甲咱尊重。你所见所闻，你讲互咱听。我迄日的情形是安尼啦，我大概吼，知影讲迄日有一个重要的贵宾要来，阮是离欧洲吼2日的开会，阮大家拢知影是一个台湾一个贵宾啦，阮心内都猜讲有可能毋是迄个副总统，无就是前总统迄个蔡英文，所以。时间稍要靠近咧，阮迄个贵宾要来的时间吼，迄个当时迄个主席吼，就告诉讲，要来来的时阵吼，阮大家都爱聊谈现场，袂使吹落口，我嘛袂使用迄个手机啊吼，迄个传啥物消息出来，因为这消息拢爱保护这秘密，爱等到这个贵宾。离开了吼，我才会当迄个传迄个相片啊，是啥物迄个信息去互落口。差不多时间到的时阵，迄个我就看到迄个寡随护保安人员迄个带迄个副总统入来现场，大家都我都惊讶都欢迎迄个副总统来到现场。开始就2个迄个 iPad， 迄个毋是 iPad， 迄个欧盟的2个那个议员吼，就上台开始迄个介绍讲吼，今仔有迄个副总统来到现场吼，迄个就开始做这个去个演讲，介绍了。了解欢迎迄个副总统起来台上开始演讲。郑院长，我甲你请教，拄仔你所讲的就是讲，你2天前去用通知讲有一个贵宾，所以恁嘛毋知。那么谁甲恁通知？迄个人是外交部的人，还是恁家己组织的即个会长？你平常是 base 伫 New York。你是安怎会去到即个 Belgium， 你就即个布鲁塞尔，是挑剔讲叫你爱去呢，还是拄好伫遐？阮即个 subject， 迄个进前吼，阮就知影讲迄个 iPad 伫8月时有一个迄个11月时就个3，所以我写8月时我就知影讲迄个有即个活动迄个所以因进第一时间，我离台北开会，含迄个这 iPad 交了开会了吼，阮就开始安排讲，因就邀请我阮就安排讲要去出席这11月这个会议。我迄个开会大会进行一日，iPad 迄个就开始有一个暗顿，迄个暗顿吼，迄个主席迄个叫迄个 Luke。伊就甲我的贵宾大概通知讲，明仔载他们有一个神秘嘉宾所以我们前一天就知道说有一个贵宾会来，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贵宾但我们心里都在猜，应该跟台湾有关系所以才会需要这么保密。郑院长，我甲你请教吼，因为这台湾传甲风风雨雨啦，讲这哪是啥物外交的突破？咱是开了80亿的吼。才有通买到去遐落地了才通演讲。就你所观察的，你认为这敢是开80亿所得到的成果？我唔捌听我讲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开个种金额钱啦。因为我和 iPad 已经为2月就开始合作啊。我知 iPad 是一个没有什么没有收的资金的一个组织啦，阮会来含迄个 iPad 时代，是因为迄个欢迎李孝义的时阵吼，有甲我介绍迄时讲，因为美国的一寡迄个资源吼有迄个减互支持 iPad， 所以 iPad 吼，它事实上资金上它有缺乏因为 iPad 它有一个规定是，它不能直接拿。
政府的资源，所以因会当做较中立的个判断啊，所以他们没办法从那个一些政府的管道拿到这资金嘛，希望讲有看有一寡私人的咱会当自己减，该支持一寡经费，所以会当继续操作，是为安尼开始的。所以我从2月开始，我知 iPad 他们需要很多的资源。所以他说郑行长，你的意思是讲 iPad 本身伊是世界各国这个议员，而且佫是每一个所在国要有2党的议员斗阵，才会当来参加嘛平常时无啥物有钱，拢爱靠非政府。你若是政府的钱，伊无爱挃，对毋对？对，伊袂使接受。袂使接受嘛所以，譬如讲我所在 iPad 伫台湾开个会，迄一摆，你敢知影讲迄钱谁出的？你讲阮8月替 iPad 办迄个台北迄个交了，迄个交了，原则上是大部分是阮 Hello 台湾资源开迄个会所有费用是阮用募资来处理的。我当然无啥了解这 iPad 的为了成员来台湾这费用可能几钱啥子，这点我无啥清楚，这可能因内底有一寡因的所谓性格处理。不过其他哩台北开的暗顿这方面的费用是阮那个募资来处理的。是，那么郑行长，我问你恁平常时看起来应该甲 iPad 有所互动嘛你认为这实际上对着外交、对着台湾行出去的意义，尤其恁在第一线有参与，不管是民间的身份，还是讲亲像美琴副总统去到现场，你家己的感受甲你家己的总结，你的评论是啥物？咱伫国际上咱台湾的一寡重要的政治人物会当出外国拢是无简单的啦，因为咱一直大陆中共对咱是足保友善的伊也知影讲咱有这个重要的贵宾要去咱一寡友邦国，因会尽因所有的资源来组织。大陆因为因本身资金多、人多，所以伊伫各国拢有布置他们的那个手腕，所以他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压力来给那个各地的政府施压。从以前我们跟蔡英文总统现在那个赖总统当然我们各任的副总统一直都是这样子。外交要踏出去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有认为萧副总统这一次算做一个进展？我讲进展的意思就是讲，从此以后，咱会当顺这个模式去到欧洲，咱的政策，不管是总统也好，副总统也好，行政院长也好，咱的首长会使去。你认为是单一的事件，还是讲以后有可能照这个模式佮继续来传出去？我觉得啦，现在国际跟台湾的关系是正增提升了很多我们以前的盟友现在已经慢慢的肯跟台湾更加一步的合作。当然是我们还要面临很多挑战中国大陆它还是有蛮多的影响力在各国，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透过它的在多年跟这些国家它都有它的人脉所以我们还是会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但未来趋势，我觉得这方面应该会步步改善。是郑行长你慢车留伫线顶现场还有3位学者专家，咱斗阵来讨论你慢车稍等下来要请教这个连老师
我头想要一个问题，就是讲，这是种象征性的，吼，啊是以后有甲有无一定有，但是总是有做到啊，还是讲无哦？这代表讲欧洲一寡人开始对台湾的这个态度咧转变，啊有可能更加行出去一步。老师你安怎看？我想吼，这届应该是首先啦，哈，这个咱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环境真特殊啦，哈，所以所有的这个外交的活动，只要是咱的这个官员，哦，不管是现任的还是已经落任的，嘿，是拢会使行出去，哦，伫咧国际的场所，互台湾更较侪人看到，这是无简单啦，吼，尤其是所有的这个外交人员，吼，需要甲伊鼓励啦，吼，所有的。对于开始的筹备到最后会使完成吼，我想这拢是秘密的。这中有足侪吼，因为主要需要吼，因的这个斟酌吼，加迄个这个协调啦吼，这一定要甲肯定的吼，在这部我是感觉讲，这所有的外交的这个场所吼，我讲几个这个点，大家来观察一下吼，会使行出这台湾吼，去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会使去拜访重要的这个国际的机构，会使进入重要的国家，最后会使见到重要的有影响力的首脑的人物，吼，首脑上好啦，吼，就是讲会使有影响力重要的人物。我想这4点就是观察所有的国际的会议，吼，咱是毋是有突破？上重要的观察点啦，吼，在这部分。那当然，现任的去做，甲已经落任的下任的去做，无共款。啊，你会使看到即届较多迄个新闻大内底，你会使看到，吼，多好是一个现任的副总统，交已经落任的总统，吼，啊，前后卡去欧洲，你看伊的打压，对中国的打压就无共款啦，因为现任的来讲，伊的打压的迄个力啊，当然嘛是较真强的，当然嘛是较大，吼，的部分啦，所以伊较多讲的这4点，你就来看吼，啊，这个会议，这个 IPAC， 吼，啊，是毋是重要的这个会议啦？啊，其实这个组织啦，国际组织其实足少年的啦，吼，敢若是2020年成立嘛，吼，啊，伊是几个即嘛400几个，嘿，啊，就是主要是迄个国会议员，啊，伊个规定个足趣味吼，一个敢若爱。2个，啊，个无共款，2个无共款的这个震动嘛，吼，这真趣味吼。啊，但是你通看到2个无共款的震动，就一定，这个意见可能国内意见无共款，但是对中国意见可能共款，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共款，好啊，所以伊即摆是对中政策跨国的这个议会的联名的会议，这第一啦，吼，所以大家来看吼，就是讲啊，足侪国家吼，啊，个无共款的党派，吼，啊，拢干来派2个吼啊去，吼，啊这。国会议员本来就是这个较属民间啦，但一般来讲，伫外交当中当然行政，伊就是较像民啦，吼，在这部分啊，但是伊嘛是有官方的色彩嘛，三权分立，伊嘛是算政府的一部分，是讲毋是严格的行政机构尔嘛，吼，在这个部分，吼，啊，搁来就是伊入去，吼，咱即摆重要无重要，吼，到位互观众来判断啦，吼，啊，搁来入去。这个重要的这个国际机构，吼啊，这届的这个会是伫咧这个重要的国际机构来举办啦，但是迄是一个会所尔啦，一个会场尔，吼，这个部分啦，吼啊，所以呢，确实也会使趁这个机会，交这欧洲联名任何会使牵到关系，啊，当然是上好啦，啊，确实敢若是伫咧场所尔，安尼。就是敢若熟悉遮个国会议员，即个到即个程度啊。过来就是入去重要的国家，虽然比利时是小国，但是伊是欧盟的即个总部所在啦，吼，所以会使对遐入去，啊，伫遐开会，我想迄个意义应该是也是算重大啦，吼。啊，过来就是入去了后有看到啥物人来，咱伫咧新闻大看到的都是敢若即个会议，敢若会议内底的成员尔啦，吼，并无并唔到当地，也是讲确实有其他有见咱就唔知啦，吼。新闻大顶关是无看到，所以我基本上就以这4点来看讲，啊，这到底吼，即个会议吼是要安怎吼来要安怎甲看啦，吼，看有重要无，吼啊，是毋是突破？吼啊，当然我搁讲，就是讲现任的
这个我感觉迄个林部长伫咧伊的面册内底写甲真清楚嘛。伊讲现任的副元首入于一个非邦交国，进入欧洲议会内底去发表演讲。伊写甲足清楚的，这4点其实就是正实际咧讲出所有即届这萧副总统去有啥物款的迄个重要性，有啥物突破，其实伊遮讲甲足清楚的部分。是，这互我想起讲，过去的犹团讲伫罗马的时阵得到亚军但是从此以后20-30年，佫无人突破伊的纪录，是安尼吗？那有人讲无喏，你想看觅，迄飞行机爱飞去到荷兰呢，落这个飞行机场呢，伊嘛知影讲你这个副总统啊，伊嘛会当拒绝啊，而且佫高速公路一路。个人护卫 escort， 佫去到 Brussels， 去到布鲁塞尔，这就是应该是互相拢有默契，上无有默契，有讲无甲你拒绝的这个同意嘛，是毋是安尼想？我来讲一个较趣味的啦咱这个欧洲联盟有差不多会员国至少20几个国家以上嘛因为一个足趣味的物件，就是因为。共同的外交甲安全的政策，就讲一个小的国家伊的政策基本上对外的政策，其他的国家其实差不多大家拢爱合作就是啊。你会记得进前有一届迄捷克的议长到台湾来去立法院，毋是跟咱演讲，结果中国毋是咧骂伊，进前迄个议长结果去中国骂到死去啊。结果王毅去到德国的时阵德国的外长直接无登岛啊直接用一个伊迄阵有 COVID-19 嘛所以迄阵大家都带迄个吹烟对无？伊就等你讲这毋是你的，安尼迄足生气的迄个动作嘛。因为啥啦？伊是挺捷克的，所以德国伊出来讲话讲这个小国家你袂甲欺负，你甲欺负就算甲德国欺负啊。所以因的外交是共款的，伊袂用讲这个国家安怎就安怎。所以我咧想讲既然阮的副总统你较到比利时，你较到荷兰，你较比利时还无简单迄毋是加去迄个欧盟的议会迄个场尔毋是迄个 IPAC 的迄个场尔，是去迄个小国家。你想看觅，这小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因这国家是较大坑。伊这小国家拢挺得住中国的压力啊！你这其他国家咧，这国家根本应该是拢巧好的，我想讲拢巧好的，拢知影美去要去。所以今仔日来讲，虽然讲保密到家啦但是咧，我是感觉讲，伊足侪国家基本上拢知影讲，这个代志要发生啊。无一个荷兰甲比利时，伊若家己出策用唔着去，其他因的共同的外交政策甲安全政策唔着垮台啊。所以咱想讲伊这甲过去来讲甲过去的气氛无啥共款。因为去年来讲，美琴有到去捷克嘛伊无去波兰我即届去马尼拉，我有拄着我前几天上个礼拜我去马尼拉我拄着波兰大使馆的人，伊甲我讲一定挺菲律宾的。我想讲挺菲律宾，因为讲伊俄罗斯去拍乌克兰，中国有讲即句话无？中国挺俄罗斯呢？你中国挺俄罗斯，你去拍乌克兰，规个欧洲的国家规个拢去讨厌中国啊！所以伊即摆是中国伫欧洲伊做袂落去，伊外交做袂落去，就是因为俄罗斯去拍中国，你拍俄罗斯去拍乌克兰，结果你中国无讲过一句话即摆来中国去欺负大家，欺负台湾，伊嘛看袂落去啊！所以伊即摆我的意思是讲即摆台湾毋是讲台积电的这护国神山这物件尔，这其实讲起来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这个部分其实欧洲国家看到啊。如果讲今仔日伊若搁甲迄个恶霸层叩头，即摆不得了啊！这后摆全世界拢靠中国统治统治伊后摆要安怎？所以应该伊嘛是咧救家己啊！伊甲台湾徛做好，伊嘛是救家己啊！所以咱其实讲起来是行对路IPAC 的进前迄个创始的美国的迄个联席主席就是即摆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以你摆看伊即个 IPAC 是一个就是好像甲一个议员的联盟尔，
其实讲起来，对后摆有足侪官员会去政府的要角啊。所以哦，咱袂用讲吼啊，感觉看衰啊，是讲咱边啊说风凉话啊，无你真去做看嘛，你较做会成，你家己若做袂成，你就莫当我讲迄个伊仔话。所以我是认为讲吼，即个代志吼，美球做得袂歹，啊，我认为讲后摆有机会可能毋是讲即个比利时、即个布鲁塞即个所在，可能佫有欧洲的其他足侪国家有可能会入去，啊，要入去用什么方式，啊，要用什么议题，哦，啊，这是后摆佫巧的代志。但是这是一摆佫一摆咯，吼，啊，有累积性，才算做咱会当看会到啦，吼。那么李老师。你认为呢？那徛在不管是在野党的这个立场来看，这个外交，那尤其发动这个批评的，有的是这个白营的，讲结果人在咧笑讲恁家己的立法委员陈昭珠有来赞成呢，恁就唔通安尼哦，安怎都安怎？那你认为国民党的立场是啥？我对这届这个萧碧琴副总统去迄个 Brussels。吼，去迄个欧盟的迄个大楼去演讲吼，这代志阮是感觉讲其实做得好啦。啊，当然我袂因为安尼就感觉讲后摆咱甲欧洲的关系一定一帆风顺，嘛无当咧讲。因为吼，我必须安尼提醒啦，一项代志慢慢来做啦。吼，你无可能讲即马咱即届应该吼萧副总统会去比利时。哦，比利时的政府可以签证，然后伊去迄个欧盟的总部大楼内面去演讲。虽然伊毋是踮咧甲欧洲议会演讲，伊是甲一个迄个大家都讲 IPAC， 即个联名去内面的一个议员议员去大家演讲。啊，不过这应该讲这是一个一小步啦，咱甲欧洲的关系一个一小步。啊，不过这个一小步吼，咱不应该讲后摆就已经。一帆风顺，一定后摆咱甲即个欧洲的国家一定无问题。当然，对于你讲在野党来讲，当然是乐观其成，因为这对于咱台湾甲欧洲的关系、双边关系来讲，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啦。因为上少即马欧洲慢慢啊会看到台湾嘛。因为讲实在话啦，你若讲10年前、20年前吼，欧洲咧讨论亚洲的代志时阵。不管是安全啦、经贸啦、还是外交什么问题的时候，因罕咧讲到台湾，因若大概讲到台湾的时候，因拢会先去看北京，你北京安怎反应，啊，再来讲因的欧洲的立场是安怎，啊，么即马慢慢较无共款啊。那当然咱除了讲咧台积电这晶片嘛，晶片外交啊，搁这10几年来，互咱台湾这个民主发展。所以老师，你有认为讲，尤其他说副秘书长有讲到讲，其实这个创会的这个会长是 Rubio， 是。即美国后面的色彩是真有的。当然啦。啊，但是欧洲议员的自主性也真济哦。当然咯，因为欧洲第一个欧盟是几个国家？差不多30个国家哦，啊，因30个国家内面的议会议员、欧盟议会议员，因咧跨政党光谱的色彩是为正边甲倒边拢有的呢。吼，为你讲因个极端反对共产党的。甲这边、甲倒边是讲左派讲，无一定是天啦，就是讲上早讲甲共产党较友好的，拢有哦。所以这届这个当然啦，大家拢知影，这个 IPAC 基本上是反对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啦。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啊，不过即马伊咧邀请咱去，因为去年来台湾。举办这个活动，所以咱迄当阵台湾正式变因的一个会员嘛。吼，迄当阵是民进党加迄个民众党参加嘛。啊，迄当阵本来国民党嘛讲要参加，到尾我嘛唔知影为虾米伊到尾揪动去，这我唔知影，因为迄是立法委员的因的这个活动嘛。吼，啊不管安怎，迄当阵有规定是讲一个国家内面爱2个主要的政党啦。照你讲啦，若无
国民党入去的时候，照你讲，因有可能拒绝，因为民众党无法大嘛，因加80个尔。啊，不因到尾是讲大家看看是那是伊个民众党2年的期限到，但招主委员可能失去了委员的这个身份了，可能台湾都唔是成员国。这确实都无啦，这就变讲因后壁看民众党有人去接伊的位，啊，有人去接迄个主席的位无嘛？啊，你认为国民党是未参加咯？这我无法度决定啦，因为是因咧党团的家己决定啦。迄我真就无法度啊。啊，我是感觉讲啦，这个因为这个联名的立场其实足鲜明的，足鲜明的，啊，不过基本上伊嘛毋是讲一定是反对中国大陆，伊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啦。所以对这个情形来讲你若讲国民党若为着讲甲这个欧洲的国家若想要交配其实参加我是感觉讲嘛，毋是讲一个歹代志啦。是。啊，不过上主要是讲，我是感觉讲头仔有讲着嘛，80亿其实无可能80亿，80亿欧元呢。人是Hello台湾家己出的钱啊。欧元是偌济？80亿欧元是差不多3200亿。啊，这台湾这钱早就叫立法院敲出来啊。莫讲敲出来，每年外交部的预算是偌济？415亿啦。啊，你讲一群互人3200亿，很有可能。你若讲80万欧元，冇可能啦。你若讲8万欧元，冇可能赞助啦。我来问看卖，Hello台湾。你若讲赞助有可能，你若讲因为咱后壁一个赞助单位就是啥，咱台湾民主基金会嘛。啊，这有可能。嘛，立法院的啊。啊，不过咱本来是讲，咱其实咱有赞助足侪活动，因为咱外交有困难，所以咱常常用加迂回的方式去赞助一些活动，啊，咱顺续我咱要去参加。我是感觉讲这是情有可原，嘛是咱一种灵活的方式啦。啊，虽然讲80亿收好少啦，我是咁安尼讲啦。来，咱这个江建行长。建行长他说你有听到3位老师咧讲起人咧讲俗语咧讲啊，讲钱唔是万能啊，但是无钱是万万不能啦你甲咱讲看卖咱Hello台湾伫世界各国，我讲世界各国认为虽然恁 base 伫 New York， 但是我看起来应该是全世界恁拢有咧招总嘛你甲咱介绍一下，咱 Hello 台湾主要拢参与什么活动做什么代志？Hello 台湾之前我们是在2010年就有这个概念要用一个台湾的名字到各地去办活动之前我们做很多这种公益活动接近我们那个台湾的2代3代不管用那个万圣节也好还是那个复活节也好就是用公益来接触我们那个社区包括我们2代3代的小孩子我2018年正式把这个 Hello 台湾组织成立之后我们就是要扩大我们的目标就是到国际替台湾争取更多的资源跟朋友。所以我们开始办那个规划一些比较有跟那个国外有连结的活动，包括我们第一场在海外办的活动就是迎接海外侨胞他们回来投票总统大选的投票之后，我们在圆山饭店有帮他办一场1000多人的活动那时候蔡英文总统前总统他也有来圆山给各位观众致辞。从那个时刻之后，因为有疫情，所以我们有些活动变成在线上活动。但因为在疫情中，我们还可以透过线上继续跟一些国外政要在用 Zoom 还是其他的视讯方式跟他们办一些我们的沟通甚至连募款活动，我们事实上都有参与了。但渐渐到建长，我给你请教咱这举办活动的过程当中，
譬如讲，你也邀请当地即个政要，还是讲重要人物吼，敢有受到中国的即个甲你干涉，还是讲甲你打压，讲叫迄个人莫来参加，甲安全都安全，你敢有拄着？在美国，我觉得中国他比较不敢那么嚣张，所以在美国，他们透过的主力方式当地的机会当然是有但如果是在联邦的一些那个活动是他们比较难那也太不想受到美国政府的缓压。但我要补充几点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谈这个最近这个 IPAC Brussels 的 Summit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原来本来就有7到9个美国国会要参与，但因为政府停摆，所以他们那个没办法出席这次的 Summit， 不然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有7到9位美国议员的参与这个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之前据我了解IPAC从一个国家出席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但另外一块我要补充我们都萧副总统来参与，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突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的出席，因为他会面对50多个那个各地不同的议员，他可以替台湾发言讲到未来台湾怎么跟世界各国合作来抵制中共所以我们呼吁说。IPAC 这个组织，它本身的构造就是由各国的议员的参与所以在这个 Summit 里面，我们2天的 Summit 里面，事实上我们有谈到非常多的不同的政策然后我们互相都有做交流我各自也跟不管是日本的议员也好，菲律宾的议员也好南美的议员，欧洲的议员，事实上2天里面我们做很多交流跟那个互动的，但是因为媒体都是过度在报道这些副总统参与的细节忽略说在2天里面，我们事实上达到很多不同共识，也交换非常多的议题未来 IPAC 会把这些议题整理出来然后希望可以在各国会里面推动一些对中共的一些政策。这样对，你会当甲咱举一个例比如讲，甲某一国的这个议员讲到什么议题，先互咱某种程度就偏旁透露一下。这次我碰到一些菲律宾的议员菲律宾前几年在Duterte的总统的经营下，事实上他是蛮轻松的，但马可斯的总统上任之后他就开始比较亲美，所以这次 IPAC 的议会，他们有派了3位议员来在3位议员在这好多场不同的发言的时间，他都会利用这时间点来指责中共最近在南海在他们的外岛里面跟他们的渔船发生很大冲突甚至他们不遵守2016年那个海牙法庭那个判决说，那个中共它的9条期限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那个历史跟国际的法律的基底，所以他们在这次的会议，这3位菲律宾的议员强力表态说，他们完全对中共谴责中共他们这么野蛮的做法甚至他们认为未来要跟台湾加强更多的合作的机会了希望他们可以跟美国、台湾加盟，说以后可以怎么一起来抵制中共。是这感谢郑院长希望恁日后若有啥相关的议题来优先在咱节目当中来透露给大家知而且会当有实际这个进展感谢郑院长。感谢。谢谢。连老师他拄有讲到讲，其实这整个 IPAC 这组织内面本地还佫有8、9个7个至8、9个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会要来参加。连带我就想到讲，其实即马川普美国甲中国的这个关系咱即马是看起来花花，到底是好啊歹，嘛是沙无
有当时要拍甲关税拍甲100%，有当时佫降落来。咱即马整个台湾是安怎？要安怎对赌讲？哦，我著对传播这赌，还是讲我对别赌？咱敢有其他赌通好对？我想吼，就是美国甲中国即组的关系吼，我想对传播起来了吼，我想想要压迫中国会使要安怎讲？会使讲照美国的意思来行的迄个情形吼，伫两三礼拜前的谈判当中，川普无法度做到，所以大家就休困一年，就是种即个暂时的即个停战啦。吼，我讲停战就是，不管是你要用啥物关税啦，吼，还是讲要用啥物稀土啦，吼，这两个吼，因大家对。川普1.0到即马川普2.0的这个过程当中，吼，这个中国应该是讲中国伊也找到会使，互这个川普会使停落来，王牌啦，就是这个稀土。这稀土看起来美国可能一个第一时间无法度去找到好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法，所以只好暂时美中这组关系就是暂时冷冻。一年啦，像这个大国冷冻一年，伊无可能就正是停落来，伊一定要想办法，伫个这个国际这个场所内底去发挥伊家己的迄个影响力。伫个这组的关系内底，其实欧洲是扮演一个足重要的迄个过程啦。因为但是伫个过程当中，川普起来了，对欧洲这个关系，和欧洲这个本来伫个冷战，一直对，就感觉讲啊，咱以前是遮好的朋友，你哪会敢若对我比对敌人搁较落手搁较重啦？所以欧洲其实伊是感觉足毋是滋味的啦。吼，其实中国理论上是要趁这个机会来看会使交欧洲，吼会使较好的国家会使较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伫个伊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体制制度中间吼。欧洲佮无法度去相信啦，尤其是中国佮即个罗西亚遮好的即个关系，互欧洲无法度放心。吼，伊咧想讲，我也要交，虽然我对美国毋是感觉即个气氛毋是遮好，但是我也无法度交中国的关系。所以老师，你有认为讲欧洲乃至到欧盟本质上对中国的关系甲态度已经产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应该是安尼，就是中国开足侪气力想要交欧洲，尤其是大国维持是好的关系。但是问题就是讲，因的这个价值啊，欧盟伊定定讲一种价值，就是讲咱要做朋友，中像就是价值，迄个价值就是啥？迄个价值就是讲的民主，吼，这个价值啊，咱就无法度会使有。对话的这个空间啊，所以你看到足侪议题当中，虽然中国想要去甲伊扭较我家己的，但是佮拄着其他的议题了，你就无法度哇，因为你就无迄个对话，讲话大家有这个安定啊，相共对啊，无你咧讲话，虽然我想要做朋友，但是都无话题，还是讲咱两个的想法都无共款，这就足困难的吼啊，所以即马转来跟咱这个。议题就是讲，假使我看吼，对去年咱家己有办这个会嘛，今年个算突破，就是讲咱的现任的这个副元首、副总统会使去。国际上真侪安尼啊，你也感觉讲咱来评估了，感觉讲这个国际组织足重要的。其实咱就会使来争取，就一年在台湾办，一年去其他的国家办嘛。所以咱永远就是有一年会转来台湾，这个来办嘛，安尼。你就会使伫个即个国际，你会有足侪会使你的影响力，因为较多迄个两位老师吼，有讲到嘛，好像虽然伊是国会议员，但是真侪一个政党政治当中，你选举选赢了，你就变成是行政官员嘛，你就变成是迄个即个国家的迄个即个官员嘛，所以虽然是国会议员吼，尤其是伫个民主国家，伊应该是要交这国会议员都交往啦。哦，在这个部分，所以咱也感觉讲，这个组织，尤其对去年甲今年，看起来这个组织，敢若咱
就是讲内底的成员对咱敢若应该是袂歹，吼，会使愿意邀请咱的即个高层的官员去，吼啊，愿意甲迄个迄个办理权吼，互咱来办，应该即个组织看起来，咱应该是经营了袂歹啊，咱就过来。外口是一步一步的嘛，那确实啊，大家会感觉交即个议员大家啊拢相处拢袂歹吼，啊伊也愿意听咱的声，其实就应该争取，甲即个组织吼，看是要最好是一年带咱遮一年去外国啊，无嘛就是一年伫咱遮2年伫外国，反正西就是咱定期会使倒来台湾遮吼来主办，安尼较会使甲咱的影响力吼来搁较做较大的发挥啊。是，那么。副秘书长吼，我要来请教吼，照头仔连老师所讲的，欧洲其实是整个对这中国已经起毛歹啊，而且在本质上也无啥共款。但是我也知哦，欧洲内面甲中国关系上好、经贸上暗的，就是德国啊。德国啊，个车啦、米路啦、啥电器啦，拢伫中国咧生产啊。这个关系敢切得长，还是讲因要安怎来处理，要来当心啊？这我先讲吼，德国吼，去年开始吼，伊甲美国的贸易额吼超过中国，伊趁美国人的钱，趁比中国较多啊。所以伊去年开始咧调整伊的政策。啊，以早来讲吼，无毋对，伊甲中国的关系足好的，伊趁中国足侪钱的，伊无法度讲话嘛，伊摕人的钱，摕人的。拿人钱嘴那个手软嘛，啊，我的意思讲吼，伊即马吼，欧洲甲中国吼，伊即马三观袂合，价值观嘛袂合，所以伊基本上已经看破足多啊，而且这川普的贸易战一拍落吼，不得了，伊欧洲规个拢变过去啊，所以你头讲德国无毋对，德国以早是安尼无毋对，但是以早，比如讲以早甲。罗西亚哇，有迄天然气管线啊，北溪1号、北溪2号，即摆都切断去啊！要靠啥？伊当然靠美国啊！所以你最近来看哦，你看国际吼，伊头仔执行长讲的无毋对哦，我咪是感觉足深的吼。阮伫马来西亚、伫菲律宾的时，伫菲律宾啊，伫迄个马尼拉的时阵吼，阮第一天去哦，阮是用台湾的代表团的名义去啊，结果伊中国大使馆去干涉，抗议了，伊讲啥？伊讲如果咱那个台湾搁伫面网站面顶吼，啊，阮中国代表就袂去讲话啊。阮伊迄执行长嘛就好出趣味哦，伊就讲好，啊无我答应你，你先讲了后，阮才处理。好，伊就先摕落来哦，啊，中国代表讲了后，伊搁甲台湾的囥去，啊，就台湾躲猫猫，大家他妈耍这游戏，啊，一工来摕去，搁摕落来，摕去，搁摕落来，啊，反正我毋惊你啊。副秘书，你参加这是什么会？南海的会议啊，就是南海马尼拉对话的南海的会议啊。啊，伊这是小马可是亲自去致辞的，伊的总统亲自去，啊，伊派一个总统会啦，伊国安会秘书长嘛伫现场啊，啊，军的啊，海警的啊，规拢伫现场啊。啊，老师，所以我意思讲，咱台湾的官员有人正式去参加？有你去，但是无讲话，但是恁有3个学者去替台湾讲话，所以伊去年拢无，今年开始哦。迄个我讲气氛改变啊，那你其实拢骗得着，伊做侪国家都故意的，故意要找台湾那个跳岗甲你坑的，跳岗坑去。啊，伊讲完咱这个可以。嘿对，就是安尼躲猫猫，用这种方式，啊，你中国抗议就抗议啊，啊无要安怎，对无？你像最近伊中国的迄个啥外交官伫日本，感觉讲高市早苗的代志，感觉讲要甲迄个抬头斩首，这代志哦，那以早过去啊。古早的时阵啊，迄就两国拍起来啊咧。你竟然甲我讲国家领导人，啊你甲我拍斩首，对吧？而且是正式外交官，嘛是正式外交，而且是伊学日文的咧。伊是足早就是伫日本已经差不多20几年啊咧。伊20几年的这个外交官，竟然讲这种话出来，而且其实讲起来伊无毋对，因为伊家己讲在心内话。但是伊这心内话，伊做一个官员，伊袂安尼讲啊。所以变做讲啊，高市早苗伊讲啥？伊是咧讲啥？伊讲，如果若台湾有代志，日本就是有代志。伊台湾的代志，伊讲嘛，伊讲军舰如果若为台湾的海上生命线，甲日本的存亡危机，日本要生存落去是有关系哦。所以伊当然嘛要出兵来协助台湾嘛。所以高市早苗安尼讲的时阵，结果伊的外交官竟然安尼甲回击，
吼，啊，若是国家的政策是安尼无毋对，啊，你若有意见，你就用外交管道去处理嘛。你既然伫法律的迄个个人的迄个社群软体啊，家己淡薄讲这有诶无，啊，佫摕掉，佫惊啊，佫摕掉。哦啊，所以变做讲哦，即摆外国的气氛哦，甲以前是拢真正无共款。我感觉一个决定的时间，真正就是伫乌克兰战争一拍落了后，大家看到海底了啊，后摆咧要安怎？大家这个国家要安怎？要自保嘛。所以这个国家，你看以前哦，像迄阵高市早苗咧讲话后壁，搁一个他妈要爱困的迄个林芳正啊，日本的议员啊，林芳正啊，伊进前就去人骂，迄阵乌克兰大赛要去见。外交部长，伊迄阵做外交部长，结果伊歹见，啊，结果咧，大家没了了，已经见乌克兰，所以变做讲，大家拢会去协助这个较弱势的，去中国欺负的迄边的，啊，台湾基本上嘛无做毋到代志啊。即个我伫菲律宾的时阵吼，伊咧海警的发言人，伊就直讲啊，讲你莫啥物代志，因为中国甲讲啊，你后壁拢有美国啊，美国甲你安怎西人啊，拢有诶无，你才安尼啊。我讲，伊就讲啊，伊甲中国的。遐代表讲啊，讲你莫去甲美国讲入来，你大汉的欺负细汉的，啊你就唔对啊！你欺负细汉，阮细汉免叫哦，甲你讲，甲你抗议哦，你莫叫细汉，阮甲你吞落去哦，哪有可能代志？所以这细汉大家拢嘛是啊，拢会团结到底哦，来对抗强权的迄个霸权的迄个中国的欺负嘛。所以这个自然的，以前我伫越南的时阵，伊甲我讲啊，阮甲台湾之间吼是。自然联盟 （Nature Alliance） 自然就会合作伙啊！啊，像咧自然合作伙，伊可能欺负嘛，大家自然就合作伙嘛。所以靠大汉的欺负了，细汉的大家拢嘛合作伙斗相共啊。是，但是吼，王老师，李老师吼，在马英九总统做总统的时阵时，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长。而且认为两岸关系就是内政的关系，咱先处理好，咱甲伊和平了后，咱哦，外交就收兵，啊，就来创。到当为止，国民党的政策要安怎来看这个情势的改变？情势改变是客观的。是。那么国民党应该按如何来？有冇可能有一项的执政啊？伊要安怎来看待呢？确实啦，因为即马对国民党来讲吼，伊。确实较麻烦，因为要安怎讲？因为即马国际上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开始愈来愈硬，吼，开始愈来愈硬。所以即马即个当下即个氛围吼，比如讲国民党后摆要安怎去处理咱中华民国对外的关系，啊，对外关系就包括讲咱甲其他各国啊，甲咱甲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这开始较麻烦，因为常常咧讲嘛吼。咱两岸关系常常来影响咱台湾对外，对外关系的这个好甲歹，也是包括咱踮咧国际这个组织参与嘛。所以这届萧碧琴副总统去以后，这确实对国民党来讲，后摆咱要提出什么，国民党要提出什么外交政策，也是叫两岸政策。讲实在话啦。台湾不管是倒一个党提出的外交政策吼，难免拢一定会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迄一定的，迄无法度，迄一定的。啊，不过这个影响，咱要去解决，确实是咱即马爱去面对，咱去面对。当然，迄当阵，因为马总统迄当阵的时阵，迄当阵两岸看起来是较稳定啦，较稳定，因为迄当阵因的。中共的迄个领导者是胡锦涛嘛？人无共。啊，胡锦涛个性吼是较温和，伊基本上较温和啦。所以伊对伊来讲，当然因对台湾的态度是无改变。因的政策是讲，伊后摆一定爱统一，一定是一国两制安尼。啊，不过因是感觉讲手腕方法会较软一点，稍微比较温和一点。所以，当阵两岸来往啦，也是讲咱台湾对外关系来讲，较轻松、较松啦。啊，不过嘛，唔是讲松了后，因就一定会帮你、互你讲啊，要去做落去做，嘛唔是安尼讲。所以对国民党来讲，也是讲对台湾来讲，不管是后摆咱的外交政策，还是两岸政策吼，难免拢会互相的影响啦。
所以讲，像阮即届，咱叫后摆，咱甲欧洲的关系，当然一定会慢慢的好。啊，不咧慢慢的好，无代表这个政府一定会改变伊家己的一种政策啊。这嘛是咱爱去面对的现实啦，那是无法度。当然，即嘛因为即个罗西亚加乌克兰即个俄乌战争的因素嘛，所以即嘛加上讲，迄当阵北京这3冬来拢无去谴责，无去谴责这个普丁，比如讲这欧洲的国家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态度愈来愈硬。当然，这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啊，不过嘛无遐简单啦，因为这个外交吼，嘛毋是讲咱这个中共的失，一定是咱台湾的得，这是咱爱较注意的。好，感谢三位，谢谢，谢谢。